我们今天从第8节读到第6章11节，我们把这2个同个段落的把它读完。好，那我用修订译本读哈，读上半节，大家读下半节。何西阿书第5章第8节。好，都翻到了哈。好，何西阿书第5章第8节。好，我来读哈。你们当在基比亚吹角，在拉玛吹号，在伯亚文发出警告。一起来。说便雅悯啊，有仇敌在你后头。到了惩罚的日子，以法莲必变为废墟。我在以色列支派中只是将来必成的事。犹大的领袖如同挪移地界的人，我必将愤怒倒在他们身上，如水一般。以法莲因喜爱遵从荒谬的命令，就受欺压，被审判要睡。我对以法莲如蛀虫，使犹大家如朽烂之木。以法莲见自己有病，犹大见自己有伤，以法莲就前往亚述，去见接连布王，他却不能医治你们，不能治好你们的伤。我必向以法莲如狮子，向犹大家如少壮狮子。我必撕裂而去，我要夺去无人搭救。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的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好，我们来读6章1到3节。这1到3节，我们现在读的都是诗歌体哈，所以我们采起音的方式。好，6章第1节，来，我们归向耶和华吧。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2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3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要追求认识耶和华，他必如黎明，必然出现。他必引导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水军。以法莲啊，我可以向你怎么样行呢？犹大，我可以向你怎么做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树上的甘露。因此，我借先知砍伐他们，以有口中的话语杀戮他们。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发出。我喜爱慈爱，不喜爱祭物。喜爱圣善地胜于凡祭。他们却如亚当被耶，在基列上向我是诈。基列是作恶之人的城，被血沾染。成群的祭司如强盗埋伏等候。祭司跌倒，也照样在世界的路上杀戮，邪恶。在以色列家，我看见可憎的事。在以法莲那里有迷行，以色列被玷污。犹大，我使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必有为守命令的收罚。好，谢谢。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恳求你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帮助我们明白这样的信息，也从这个信息得到宝贵的教训。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好，请我们先打开第5章第9节到15节，9章9节到15节，5章8节，5章8节。我们要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很不容易了解。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上礼拜以前我们读4章4节到5章7节，都是对于以色列人的责备，尤其对祭司的责备。这时候我们发现，他突然
镜头不在这里了，他把镜头移焦点到战场的画面。下面我们5章8节到15节都是战场的画面。那因为我们如果没有从注释诗跟解经的书，我们不太容易了解。这是公元前733年，叙利亚跟以色列这2个国家联合起来去打犹大国。你知道北国以色列的土地跟人口的面积是比南国犹大大1倍，因为它有10个支派嘛。然后它大1倍，又加上亚兰、叙利亚这个国家加起来，拜托啊，这样一打，那犹大怎么办呢？亲兄弟哦，你知道台语有一句话说哦，家己台，烫北来，听懂台语吗？杀得很厉害，杀到底啊！家己台，烫北来，因为台语有押韵哦，有2个双重，家己台，烫北来，就是呢卖鸡肉啊，卖什么？你自己杀的话，那个内脏你赚了啦。啊，但是如果用在兄弟阋墙哦，家己台哦，烫北来。那北国以色列就杀下去，因为北国以色列曾经占过南国犹大的土地嘛，啊，这一下就照样画葫芦继续攻打。结果犹大呢，他就求助于亚述王。结果在公元前732年，亚述王就攻打北国以色列，占领了约旦河东跟加利利地。那犹大呢，就趁机怎么样打？结果让那个以色列呢，北国以色列就腹背受敌，前面就在跟亚述打，后面呢，他的兄弟犹大就趁机北上攻击，而且意图取得北国的部分的领土。今天的背景就是这个。然后呢，以色列国自从耶罗波安2世死掉以后，他们国家的政局不稳，10年内换了5个国王。其中有3个死于篡位，好，这列王记15章8到28节。好，那我们现在来看5章8到15节，这里可以分成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5章8节9节，是先知预告南北2国的战争，然后上帝要惩罚以色列变为废墟。好，所以8、9节我们一起读来。你们当在基比亚吹角，在拉玛吹号，在伯亚文发出便雅呀，留心你的背后。到了惩罚的日子，以法莲必变为荒场。我在以色列的众支派，意思是将来必成的事。好，在这里先知预告南北战争，南北国的战争以后，上帝要惩罚以色列变为废墟，我们的荒场哈，荒场是民国8年的那时候的话了，现在没有人在讲这个，就是废墟了，变成废墟。你知道，在公元前732年，亚述帝国攻打以色列，就占领了约旦河东跟加利利地。这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战争的场面一响的时候，吹了战争的号角？他使用2种号，一种是公羊角，那一种呢是铜号，银号。我们教会的那个号角，不是有人吹银号吗？其他的其他的用公羊角，号召所有的哨兵警报。那这时候呢，有一个你看第8节有一个基比亚、拉玛跟伯亚文这3个地方呢，都在以色列有一个叫便雅悯的城。我们知道便雅悯是南国犹大，南国犹大就是便雅悯跟什么支派？跟犹大支派。啊，这3座城呢，刚好位于耶路撒冷以北5公里。然后基比亚是以北5公里，然后呢，基比亚再往北呢3公里就是拉玛，啊，拉玛再上去8公里就耶路撒冷。意思就是由南往北派整个军队去打，所以就是南国犹大，你那个
以色列人，你竟然要侵犯犹大国，结果你被亚述国前面打，后面呢？所以我们这个第8节的说，第8节有一个便雅悯啊，留心你的背后，那个没有仇敌没有这个字啊，希伯来没有，所以那个是加进去的，就意思说留心你的背后，便雅悯，你不要以为你前面在打仗，前方吃紧，你后方呢更吃紧，因为兄弟把你杀在后面。好，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腹背受敌，这个喊的背后，是因为他先联合叙利亚来打他的兄弟，联合外人来打兄弟的。好，然后我们来看第9节哦，他说到了惩罚的日子，以法莲并变为废墟。这里想到战争的结果对以法莲很不利，结果呢，亚述王就把他变成废墟，然后呢，这是上帝审判的日子就会成就，这是第一个预告。好，我们接着来读第10节跟11节，我们一起来读来。犹大的领袖如同挪移地界的人，我必把我的愤怒倒在他们的身上，如腿般。以法莲因喜爱遵从人的命令，就受欺压，被审判压碎。好，刚才讲到两国的战争是从谁引起的？以色列引起的，勾引外人来打。好，现在呢，何西阿要讲出南北两国的罪行。好，犹大国他的首领强占土地。以色列人因听叙利亚的命令攻击犹大，所以这两个同样被审判。我们来看第10节，他煮出来以后你有没有发现犹大的罪行是什么？犹大的罪行就是强占土地。因为犹大为什么会这样做呢？犹大他们有好多土地被北国以色列抢了、夺了。然后呢，他们就怎么样？就把它夺回来，扯平了。可是他们呢，就更加凶狠，夺了好多以色列的土地。好，在这里呢，圣经上又讲了，犹大因为不甘心，他们当年一直被北国以色列挫败，所以他们呢不甘受挫，他们投机心态。他们北伐收复失土，而且明显的逾越过分，抢了很多的土地。那抢了很多土地呢，这就违背了用暴力跟欺诈的手段挪移地界、扩展地界，是上帝不能容忍的罪。这记载在《申命记》19章14节、27章17节。所以犹大他本身是上帝发烈怒的工具，来惩罚北国以色列。但是，请注意，上帝让他去惩罚的时候，他只不过是上帝的工具。但是他如果残酷暴力去执行神的审判，他本身也难逃神的愤怒。这样了解吗？所以圣经上叫我们生气却不要怎么样？犯罪，不要含怒到日落。亚述国打北国以色列，因为以色列犯罪嘛，结果他们把以色列杀得过分了。上帝说：“亚述是我手中愤怒的棍。”这个棍子呢太过分了，他也要把这个棍子折掉。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就是有一些人行义过分他们是报复过头。所以上帝就先审判谁？第9节，第10节就先审判犹大，对不对？明明是以色列不对，上帝为什么要审判犹大？犹大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啦，了解吗？你欠我100块嘛，那我跟你拿100块，结果你的机车也拿过来，汽车也拿走，我拜托啊，拿100块可以，汽车是你的，不可以拿。就这个原理，所以上帝就非常愤怒。你有没有发现，被上帝使用的工具上帝
要求他执行他的旨意，而不要以为自己很行呐、哦，这样。好，那我们来看以色列呢？上帝因为公正的本性，所以他也指明以法莲的罪，他的命运。他被亚述欺压变成废墟，欺压跟压碎，在审判中被受欺压跟受压碎，这两个是用这个来描述这个北国以色列，他的罪就是他对他的百姓欺压跟压碎，所以上帝的审判就临到他，使他被欺压又被压碎，这样了解吗？换句话说，他在国家里面，对于那个用司法来践踏人，然后用行政权来践踏人，上帝就这样子来压碎他。然后另外原因是什么？因为他竭力追求我们的那个修订本跟他说，把它说叫做荒谬的命令。那我们的和本叫做人的命令啊，意思就是他乐从人的命令，意思就是他坚持执行虚无之神，去讨好叙利亚的神啊。结果他去攻击犹大了，他就很悲惨。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如果夫妻吵架跟亲子吵架跟教会弟兄姐妹吵架圣经上教导我们说，什么叫爱呢？爱就是常以为亏欠。如果你们夫妻吵架都在吵说，我比较亏欠你，先生先讲我亏欠你，就太太说不，我更亏欠你，请问这样吵得起来吗？真正的吵架应该吵这个，这样了解吗？常以为亏欠呢，他们不是这两个这样杀，所以上帝就审判临到。好，接着我们来看更惨的，因为前面讲的都是普通的，这普通的已经惨了，被国家变成废墟已经够惨了。我们现在更惨的是12节到15节，12节到15节是上帝使以色列跟犹大都不堪一击，这两个国家竟然都去找亚述王帮忙，结果上帝要撕裂这两国，使他们学会在急难中来依靠上帝。好，所以12节到15节我来读，请大家注意听哦。我对以法莲尽如蛀虫，向犹大尽如朽烂。以法莲见自己有病，犹大见自己有伤，以法莲就前往亚述，差遣人去见大王，他却不医治你们，不能治好你们的伤。14节，我必向以法莲如狮子，向犹大如少壮狮子。我要撕裂并且离去，我必夺去，无人搭救。15节，我要去，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的面，极难时他们必切切的求我。好，这段圣经我们比较不容易读得懂，原因是他用了太多的象征跟比喻。我们来解释一下来。奇怪呢，上帝把自己比喻什么，你知道吗？上帝把自己比喻说携带灾病的人或者说带原者他身上一大堆灾病这是12节12节14节说上帝把自己比喻成杀伤力极强的好战者狮子跟少壮的狮子。好，上帝在这里12节到15节讲审判的4个次序。第一个是以法莲跟犹大因为受到内战，他们两个国家是内战引起的灾病然后呢荣难的刑罚。第12节这里讲两个，一个是受感染的流脓痛疮，你知道流脓现在因为台湾现在我们很少看到了。因为自从李斯特发明的那个埋信以外，埋信对，培尼西林对，培尼西林还有青霉素就是埋信以后，几乎很少看到了。
我们小时候看到很多了，而且那个龙汤一烂哦，是烂到骨头，烂到骨头，连骨头都烂，几乎都没办法活。以前的这个，所以这个龙汤都是致命的。意思是上帝把自己比喻成他是那个龙种的，红龙种的，再过来他比喻成溃烂的，溃烂的。我们台语有很多这种这种暖撑，哥这个旧骨撑，连骨头都蛀下去那个撑，他都讲那两个了。我们现在因为蛮多看不到。好，意思就是这种疾病跟朽烂对悖逆人的审判，以赛亚书1章5到6节。换句话说，这两个国家单单内耗打仗内耗到这样子，外表看起来是他们相咬相吞，其实是上帝背后的审判。所以我们要请注意夫妻、兄弟、教会的人都不应该内斗，真的，我们都被称为内斗内行，外斗外行，应该把所有精力用在福音工作。这是我去以色列看到以色列国我吓到了，他们电视转播跟新闻报道，以色列人真的那国会比我们还凶啊，打来打去啊。可是他们只要一对外完全一致，打了吵的过程一结论全部都顺服了。还没结论以前，吵来吵去的，一吵了大家都全部都顺服。那种国家很特殊啊。这种，因为他们都跟我们讲说，你们台湾跟我们一样啊，我们200多万人口被2亿人围在中间，真的他们就这种观念。好，所以我们知道何西阿的时代他苦口婆心怎么劝都劝不通。但是后来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以后，他们重新读何西阿的书以后，他们不敢再做这种事。以色列人规定18岁都要当兵，不管你男生和女生。但是只要你一结婚，就可以缓征3年，一生孩子就不用当兵。所以，他照圣经说你要让你的太太快乐3年都很快乐你要陪伴她。他们照旧为圣经，可是以色列人从来没有人为了结婚而不当兵。那个国家那种爱国那个精神好 OK。他们从这里来讲，所以兄弟阋墙、夫妻吵架、亲子对内的那个就是龙种跟溃烂是从里面的。好，这就是上帝第一个审判。好，我们看第二个审判。第二审判，你看第13节以法莲见自己有病，犹大见自己有伤，结果他们没有转向神，结果却去向亚述寻求医治，结果徒劳无益。亚述人根本没有什么神奇的膏药，因为他们通常认为古代的伟大的君王都有魔法，而且有神奇的力量，所以亚述这个独裁的大国，其实他也没有灵丹妙药可以治愈以法莲跟犹大的那个病痛，所以他们两个斗来斗去，到最后他们更脆弱，结果就变成他们到犹大到了大军之处。我们的那个和本翻作什么？去见什么王啊？耶雷布的希伯来意思就大王的意思啦。结果这南北两国去屈服，结果南国的亚哈斯王去哀求亚述帮忙抵抗，结果他变成他的附庸国。然后大马士革跟撒玛利亚的联合呢，就变成什么？你知道吗？他们就变成他的殖民国。结果这两个变成奴颜十足的傀儡，然后去屈膝跪拜、谄媚，所以那个打发
打发人去那个，其实那个希伯来人意思就是呈送贡物，然后他们变成附庸国，变成殖民国以后，每下愈况，两个国王最后都一起去，然后呢，亚述国就把他们榨干，榨到他们也没办法。你看一个人生龙肿痛，他需要营养补充，结果又被榨干，所有食物都不能吃。你看他简直是要他的命。所以看到上帝第二个审判以后，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上帝的目的是什么？上帝的目的是要他们悔改的，不是要灭他们啊。可是他们不肯。好，我们来看14节。14节这里就讲得更严重了，上帝就对他们纠缠仰望外力做的反应，就变成更激烈，撕裂他们，使他们无法修补。这是14节。你有没有发现，他们这些君王每一个人背后都有一群祭司在拥护他们，在祝福他们，在说预言，说他们一定没有错，了解吗？唯独何西阿敢面对他们这样指责。好，我们来看第4个惩罚更惨，第15节。然后呢，上帝有像狮子一样回到窝穴，施行审判的目的不是要除灭他们。15节的后半节讲得很清楚，是要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主的面，是要他们回到上帝的面前，脱离邪恶的异教，寻求独一的真神。那个耶雷布王是亚述称他们王啦，就大王的意思啦。意思是其他附庸国都是小王啦，所以他们的神是大神啦。他们一打败了，就把别国的神拿到他的庙里面去，变成他小神啦，来服侍他的。好，你看完了这个以后，你有没有发现，南北国为什么那么愚昧，要这样打呢？这样打呢？而且勾结外人打，他勾结一个小流氓，北国以色列勾结一个小流氓，结果南国呢就勾结一个大流氓，比大位，打到最后，那龙种了，结果不肯求告上帝，不肯认罪，反而就是很像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一样，反而去屈膝。卑躬屈节去恳求人家，就又得不到，得不到又不肯悔改，这里在讲到了。好，我们来看6章1到3节。我这次没有好好查经哦，我以前读6章1到3节我都读错了。我最早读错了是谁把我煮出来？你知道吗？我们教有个陈玉明弟兄啊，陈玉明医师啊，他跟我讲说，陈牧师。这段经文不是在讲他们悔改呢？我说那这表面上不是悔改吗？好，我们来看一下来，6章1到3节，我读给大家听哦。来，我们归向耶和华吧，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打伤我们，也必包扎。第2节，过2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3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第3节，我要追求认识耶和华。他必如黎明，他如黎明必然出现，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霖，像滋润土地的春雨。6章1到3节，我们以前读起来都以为是何西阿劝以色列人的悔改，了解吗？其实不对，这段圣经是祭司听到何西阿的责备，吓到发抖，呼召以色列人悔改，这样了解吗？是祭司不是何西阿为什么？还很简单来，这个召唤民众归向耶和华的呼声是祭司本来就应该带领民众做的，然后呢，上帝就引用他们的原来的话。我们来看2章7节，来，我们看何西阿书的2章第7节，你就看一下那文法就知道了。好，2章7节，我来读给大家听哦。
以致他追随所爱的人却追不上，寻找他们却寻不着。就说，我们一起来读来。我要回到前夫那里去，因我那时比现在还好。好，了解吗？这句话是他们讲的，所以呢，6章1到3节是何西阿引用的。为什么？因为何西阿本人从来没有说让我们 let us， 没有，他从来没有用这个文法，这是集体的。这说明不是何西阿本身，因为何西阿不用悔改求医治嘛，因为他没有犯罪嘛，他没有跟以色列人一样嘛，所以这段圣经其实是祭司呼召以色列人悔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来，你如果6章1到3节，你注意看，跟前面的13节到15节几乎动词完全一样来对应，你就知道祭司这些人多么善于狡辩，多么善于那个啊！我读给他听哦，来，请大家注意看来，你看这段话的几个动词在回应5章12节到15节。好，第一个来有没有？有没有？第一节来，我们归向耶和华。这个来这个动词就想起他们以法莲曾经13节。以法莲见自己有病，有没有？就前往亚述，那个前往跟那来希伯兰同一个字，这样知道吗？好，你再看下去，请看第二个撕裂，有没有？第2节6章6章1节的撕裂，他撕裂我们，请看6章14节有没有？上帝说：“我要撕裂，有没有？并且离去，有同一个来，请看第3个，必医治我们。你看第一节的，他撕裂我们，必医治我们。医治我们是对照亚述无能为力来医治他们，所以他们说啊，上帝都医治我们。好，第4个，在他面前，第2节有没有？来吧，我们来归向耶和华。第2节，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在他面前有没有？跟15节，我要让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的面，有没有？这两个一样。好，第1节的他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第2节，他过2天，他必使我们苏醒，有没有这个名词？苏醒的跟15节的，我要自觉有罪的自觉是同一个字。你有没有发现，他把6章1到3节，把5章的13节到15节的审判一一对应？哇，这一一对应，请注意哦，他的对应的时候，这忏悔之歌是根据5章13节到15节精心做成的，其中最凸显的归向耶和华跟认识耶和华。结果，你有没有发现，这是祭司在催促民众，对于他们不守圣约4章1节、4章6节、5章4节的所缺欠的忠心，在催促他们弥补。请问这样的祷告到底有没有用？我们来看一下来，这个祷告远远的不足，因为最关键的5章15节有一个，5章15节有没有等他们自觉有罪？有没有这个节？有没有？他们从来第1到3节就没有提到我们有罪，完全忽略。他们承认他们有病要医治，他们被撕裂了要弥补，被打伤了要包扎，有没有？对不对？他被打趴了要苏醒，打到大地上他要起来，什么东西都要，唯独悔改自认有罪不要。他们一点没有正视他们偏离正道，他们寻求医治，寻求复活，
却没有提到任何的罪。所以这一首诗是一个讽刺诗。以色列人以为只要表现像悔改的样子，上帝就给他们复兴，就给他们医治，什么都给。我也是今天在好好读圣经的时候，我才知道，哇！16年前我要离开这里的时候，陈玉敏医师就拿这一段给我看了。他说：“我就没有注意看。原来他看很多著述诗啊，考我。我说：哎，我发现说，我原来读错了。我今天在读很多，大部分的解经书都这样讲，没有人会看字面。我们就知道，祭司是当时的传道人，牧师啊，牧师带领信徒在耍嘴皮，而不肯认罪悔改。你说这牧师有没有可恶？这祭司有没有可恶？那个属灵术语啊，堆砌的好漂亮。”那个6章1到3节听起来都好感动，好美啊！这种传道人多不多啊？我看太多了，实在很难过。所以，为什么这段圣经你这样的解释呢？很简单，因为你再看下去，你就会发现，哎呦，来，为什么来？我请注意看哦，来，你知道这是讽刺诗，以色列人认为只要表现像悔改的样子，上帝就给他们复兴。当我们的孩子犯错或者孙子犯错的时候，然后他打了，譬如说大的打小，打完了以后就说对不起啦，我说对不起了，你怎么还要骂我呢？然后讲完了又打，我对不起了，请问你要不要接受？这实在是，然后呢，声泪俱下，我真的对不起了，我以后就不打弟弟了，不打妹妹了。所以说，那我已经对不起了，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这段忏悔诗没有悔改的意思，也没有特别提到他们该承认的罪。没有，跟何西阿最后的忏悔诗。好，我们来看14章1到3节。来，14章来看何西阿14章1到3节。14章1到3节，他怎么劝以色列人悔改的忏悔诗呢？14章1到3节，我读修订本给他听哦。14章1到3节，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上帝。你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有没有讲到罪孽？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向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我们就用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有没有讲到认罪？口里认罪？有没有讲到悔改结出果子，悦纳他的善行？有没有？有没有？然后有没有承认他们怎么反对？来，第3节有。亚述不能救我们，我们不再骑马，也不再对我们的手所造的偶像说：“你是我的上帝，故我在你那里得蒙连续。”你有没有发现14章1到3节，何西阿的带领他们的认罪文是真真正正、道道地地、确确实实的一件一件认罪，拜偶像的认罪，求亚述的罪，然后罪孽的跌倒都很清楚。好，我们来看6章1到3节，全部都没有，都没啦，医治要了，包扎要了，苏醒要了，了解吗？兴起要了，存活要了。所以上帝就在第4节跟第5节来责备啊，意思就是说驳回你这所欠缺真正忏悔的忏悔诗啊。好，所以我们来读第4节、第5节，来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读，来一起来。以法莲啊，6章第4，以法莲，我可以向你怎么行呢？犹大，我也可以向你怎么做呢？因为你的慈爱，你的云雾又如树上的露水，因此我借先知砍伐他们，我以口中的话杀戮他们。对不起，就是发出。我喜爱慈爱，不喜爱祭物。
喜爱人认识耶和华胜于燔祭。哎，上帝怎么会这样子？人家忏悔1到3节的，为什么讲出4、5、6来？你了解原委了吗？了解上下文的4、5、6来？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变化无常啊，对不对？以色列人如果悔改是诚心正义的、实心实意的，我们就看到上帝救赎的应许，就好像14章的第4节，他们1到3节这样的话，上帝第4节，对不对？结果开始就发现上帝的期望落空嘛，落空嘛。为什么落空？你看第4节，他说：“你的慈爱，我们翻作良善嘛，哈，慈爱就是立约的爱啦 ，hesed， 希伯来文的 hesed， 立约的爱，慈爱啊。我们的和本翻作良善，是不是？良善意思就是说，慈爱的意思是说，你守这个约，爱专一爱上帝，又爱人如己，这叫做慈爱。结果你的慈爱如同早晨的晨云雾，意思就是你早上嘴巴说一说啦，回去就没有了啦，云散天之清拢无伊啊啦，随便讲的，骗的啦，骗的啦。所以上帝不喜悦啦。然后树上的露水，早上露水一阳光出来，全部都没有了啦。你有没有发现1到3节用骗的？哎。请问，我们可不可以用祷告来骗上帝，或者用祷告来骗弟兄姐妹？我看王志云在祷告，哇，这么迫切，这么感人，我要比他迫切一点。哦，主耶稣啊，给声！我跟一个牧师，每次他祷告都是声泪俱下，那人呢，哇，都骗了，眼很大，眼很大，不要演了，不要演了，眼很大。然后祷告完了以后，又做了很多龌龊的事啊！这就是6章1到3节，这个是传道人要悔改的。如果有机会，我到卫理公会的牧师群讲道，我一定讲这个。好可惜，他们不会请我讲道的，实在很可惜。这种要悔改啊！第4节就讲了，你要祷告。所以请问，我们都搞错了，我们都以为祷告是魔术性的。是差派上帝，差遣上帝来替我做事，上帝来帮我做这个。尤其我们注意一下最近不知道怎么搞的台湾的教会流行那个奉主名宣告，有没有？宣告命令什么命令什么？你有上帝给你这个权柄吗？我没有说这样不对我要注意他们这样祷告的背后有个原因，就是主耶稣啊，你来的时候。使万物复兴，使身体变成荣耀身体的时候，我宣告你就马上立刻领到，靠可怜呢，了解吗？我也很想这样啊，我真的很想把我们教会那几个弟兄癌症都抓过来啊，宣告啊，喝啊，多好啊，是不是？可惜，真正能完全得医治的是主再来的时候才有。我们没有办法把主还没有来的时候那个恩典马上现在支取，不可能。那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上帝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上帝要给人有医治的恩赐就给人有医治的恩赐。但是为什么上帝医一个另外一个没有医好？这是奥秘，我们没有人可以知道。但是这种命令上帝的是很不对的，所以以为是祷告是魔术性的，错了。祷告的意思就是求主。我举个例子。那天有个弟兄一直谈说牧师为我祷告，看我要不要跟他结婚。我说我不要跟你祷告，你要跟他结婚是你自己决定的啊，不然的话你来我证婚，我要问你我愿意，你说我不是我愿意的，上帝要我做的，了解意思吗？请问婚姻要不要自己决定呢？说 I will 自己决定的嘛，是不是？所以我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是求神改变我，合乎神的旨意，求神给我力量。跟智慧跟果断执行神的旨意，祷告是求主给我明白神的旨意，然后执行神的旨意，不是主啊，你来行你的旨意吧。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好，所以他们搞错了。好，所以
才会这个麻烦。我还要看第5节。第5节的时候，你看啊，第5节就解释上帝透过他的代言人先知传达上帝的审判、砍伐、杀戮的暴力行为。你有没有发现，这些忠心传上帝道的先知啊，竟然传毁灭的信息？你就知道他甘愿冒重犯，而且人家又装的一副声泪俱下，那个人都同情弱者嘛，对不对？可是他又有分辨的灵，有分辨诸灵，发现他们这些人假的，一讲出去又难过。好，第6节呢，又讲出原委了，因为你知道第6节哦，就是很典型的祭司跟先知常常起冲突了。那个对政治人物哦，先知性的拥护，祭司性的拥护跟先知性的批判哦，这2个常在教会里面引起困扰。教会的牧者哦，对于各种执政掌权者，永远是祭司性的拥护跟先知性的批判2个结合一体。请问拿单，他在大卫犯罪的时候，他有没有对大卫说：“那人就是你？”哦，那人就是你。有，但是他要为耶和华建圣殿的时候，拿单有没有很喜悦？有，就回去祷告的时候，不行，是上帝特别给他。一般来说，只要你做的正，我都拥护你；你做的不正，我的那个，我举最具体的例子啦。你们知道那个 Mrs. Aquino 不是把马可斯推翻吗 ？Mrs. Aquino 在投票的时候，在那个全菲律宾投票的时候，根本不可能赢马可斯。为什么？因为马可斯用坦克车，用钱美虎还美虎旗啊，用坦克车把整个票柜全部都投马可斯的票柜，整个拿好，就换来就整个换过来。你听懂吗？我要挖票箱啊，一个也在挖啊，挖票箱的时候，他全部都用武装部队拿枪、机关枪这样冲进去。结果呢，新恩枢机主教可以选教宗的枢机主教，号召所有菲律宾的神父修女倾巢而出，每个人抱着票柜。如果一般人的话呢，就被砰杀掉了。结果菲律宾的每一个军人都不敢杀神父修女，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天主教的教义，你敢杀神父修女，你到炼狱里面是永不超生啊！了解吗？你不能下炼狱啊，你直接下到地狱啊！他们不敢啊，每一个人发抖啊，最后把枪下来，一个票柜都没有抱走，就这样改过来。好，等到那个 Mrs. Aquino 在那个新恩主教的祝福之下就任总统了，结果他想请新恩主教当他的什么？当他的国务卿啊！新恩主教说：“我用 people power 请你上来，如果你违背你当年跟天主跟所有人民的誓约，我马上把你拉下来呀！”就在全国这样子，给他很没有面子我觉得这个人有格对不对？你行得正，我一定支持你，为你祷告祝福。如果你不行不正，我就把你拉下来。在密西黑人的就职典礼，我讲这种话很难看的。真的敢讲，真的敢讲。好，所以我们要了解第6节我们再看第6节这句话说：“我喜爱慈爱，不喜爱祭物。”这个慈爱，我们的和本说什么？连续良善。连续一样，黑色良善，对对，黑色立约的爱，希伯来也是黑色立约的爱。我喜欢你真正的爱神爱人如己，守约施怜悯，而不是喜欢你的祭物。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迦南人的献祭观是神明有所缺欠神明嘛有欠啦，对不对？有欠亏啦。台湾人讲使鬼使用钱，使鬼嘛会啥？会无嘛？伊嘛欠钱嘛，对不对？所以
迦南人的献祭观是神明有缺欠，所以我要用正确的时间，刚好这个神明缺欠的时候，然后呢，用正确的礼仪献给他，满足神的需求，神就来满足我的欲求。这个是利益交换，利益交换。所以献祭跟礼仪是摆布神的工具。这就是我们，对不起，这就是我们最近在讲的。我们的昨天又判了一个人弄走国家300亿。最近瑞士银行查出来了300亿，他单那个银行挖走了165亿，结果他都几亿交保，3.5亿交保。全世界只有台湾有这个1颗罚金，是美国没有啦。啊？哦，不要讲人了，拍写，一讲人就变成勾起了。报纸有吗？有的，报纸有登啦。我不知道，电视有。有。是啊。写的清清楚楚，一天多好几次。他在瑞士被查出来300亿非法的洗钱的，他现在只是被抓到167亿，还有别的还没有抓到，结果这样出来了。没有，他说生病搞外救。我知道了。好，所以这是很吊诡的嘛，哈。结果上帝就直接指责了他做3件事。来，我们来看一下祭司犯的罪，6章7到11节。哦，看了以后你会触目惊心呐。7到11节我来读哦。他们却如亚当被约，在那里向我行诡诈，在那里哦，所以亚当是个城哦。然后基列是作恶之人的城，被血沾染，成群的祭司如同强盗，埋伏等候，在事件路上杀戮，行了邪恶。好，3个地方，亚当、基列跟事件，都是祭司在带头。请问有没有教会历史上有没有这样做？教会历史上最可怕的叫做什么？中世纪的什么？异端裁判所。我认为你信异端，还有内巫，你知道内女巫啊？女巫把女巫杀死了好几千人，异端裁判所杀死了几10万人，好可怕！观念思想不一样，就把你杀了。你11不奉献，我就把你弄个异端，这个太可怕了。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基列啦、亚当城啦，亚当城在亚伯渡口啦，这3个地方都是他们以前遇见上帝的地方，都是敬拜耶和华的中心。结果就变成邪恶到一个地步，祭司践踏神圣圣约啊，祭司践踏那个黑色对上帝的爱跟对人民的爱，结果他去成群如强盗，带头犯罪，杀人流血，难怪整个以色列人都变成邪恶，都会有邪恶的行为。然后这些彼起彼落的指责啊，反映当时祭司袭击抢劫旅客，都是人之常情，在当时变成司空见惯。整个祭司在带头，如果祭司带头是在做福国利民的事，那还没有话讲，对不对？我举个例子，潘霍华最后组成暗杀写的希特勒，暗杀希特勒，结果人家都谴责他说：“你也写了伦理学，讲爱啊，你怎么可以杀人呢？你怎么不让他悔改呢？”那个潘霍华说：“当你看到一个疯子开着大卡车往人口聚集的地方一直撞人杀人，他已经杀了几百万了，你可不可以说愿主的平平安安吧，回去吧？然后你帮忙专人在那下面办医院，然后再举行办那个丧事，你这样就满足了吗？”潘霍华说：“我想上帝的公义要我跳上那个卡车，把那个司机干掉。”潘霍华这样讲了，那种激进。
你们很难想象哦。你们有没有听过黄阿冈72类似？有啊。你知道里面的牧师多少个？没有牧师啊。里面的牧师30几个，基督徒60几个，你都不晓得哦。哎，你知道那个惠州起义那个惠州起义那个人叫谁？哈，郑世良，是基督徒啊。那个武昌起义，砰，开第一枪的熊式辉，圣公会的啊，白天在印圣经，啊，晚上印革命军。那个人是个牧师啊，他有3个女儿，就是宋庆龄、宋霭龄跟宋美龄啊。他爸爸是牧师啊，当时牧师是拿着枪的啊。只是革命成功了，回来台湾，传道人不能干涉政治，了解吗？不能讲国家黑暗，这是那个。那你知道孙文伦敦蒙难记的时候，谁救他出来了？康德黎，其实有2个，还有另外一个牧师。请问这2个，康德黎是医生，可是他也是牧师啊。他在他医学院，他是牧师，当医学院的教授啊，也是牧师啊，也在救他啊。那当时就这样子啊。啊，可是这里的祭司是很可怕，成群结队如强盗一样埋伏，啊，杀戮、抢劫，哦，拜托啊！抢完了再把这些钱拿去，再唱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施了我们耳必医治。我看着这讽刺嘛。请问何西阿敢揭发出来的何西阿能够活出来，还能够活下去？上帝正在保守他。从今天这样的信息以后，我们好好去想。我是劝大家了，我们真的要有分辨的灵啊，真的要有分辨的灵。不要无条件挺传道人了。传道人如果与神同行，表里一致，活出神的道，有悔改，我们与他同行，一起同工。如果传道人偏离主的道的时候，私底下劝勉，公开犯错的时候公开责备，这才是正确的。今天这个何西阿书在告诉我们，怎么带头在做戏呢？演很大呢，我觉得很悲哀哦。啊，你不要以为只有何西阿时代有啊，现在还是有。应付。求主帮助我们。好，今天这里信息带出2个，一个带出3个信息。第一个信息就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教会能够合一，家庭能够合一，兄弟姐妹合一，而不要戏强内斗，产生荣昌跟独昌。赶快和好、和解、相爱。第2个信息是，我们不要在上帝面前演很大。上帝是鉴察人内心的，演很大，包括认罪的那个所谓的无悔改。你看新的那个圣经的修一本说，以色列无悔改诚意，没有悔改的讲那么多，然后包括献祭，这些都是上帝所厌恶。第3个就是一定要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尤其有影响力的祭司。今天我们不会，今天我们万民皆祭司，但是我们不会去杀人，也不会埋伏，都不会做。但是我们可能言语暴力、情绪暴力，用情绪失控，用吼叫，用什么来伤害我们的家人，这些都有可能。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发现，当你借着何西阿启示你自己，说你对以法莲如同蛀虫，你向犹大如同毒疮腐烂。主啊，帮助我们，恩待我们。主啊，让我们来到你面前寻求医治。我们每一个家庭，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家庭，尤其还有我们的每一个兄弟姐妹，都不要出于嫉妒、怨恨，而能够学习彼此欣赏、包容、接纳，使我们在你面前能够真正的得医治。
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喜爱慈爱，我们立志跟你立约，因为主耶稣为了跟我们立约，他流出了宝血，他洗净了我们的罪，他为我们舍命。主啊，帮助我们能够为弟兄舍命，我们能够全心全人的爱你。主啊，恩待我们每一个人。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制止我们心中的暴力之气，以及我们言语的暴力、情绪的暴力、脸色的暴力，使我们家庭常常活在痛苦的气氛围之内。求主怜悯我们，恩待我们。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阿们。